Hi, welcome to the 2016 Taiwan American Cultural Fest here in Union Square. The biggest and the best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fest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是正港的台湾人，今日一只要来，因为这是纪念台湾的一个文化节。咱台湾过去400-500年前真早，就是有原住民伫咱的台湾岛上，今日是要纪念。为迄当时开始来到遮，来发展咱台湾的文化，直接介绍或者美国主流的人知影。今日有这个机会，直接甲大家做伙，介绍所有的迄个台湾的有关台湾的文化的情形。我今天来到那个旧金山台湾文化艺术节、美食节。我们虽然没来过台湾，但是今天感受一下台湾的这些氛围。谢谢。Hi, welcome to the 2016 Taiwan American Cultural Fest here in Union Square. Today is May 14th, and we're really excited to have everybody here. As you can see, we've got performances already warming up. The Taiwanese Formosan School of Fremont is on stage just practicing with a lot of kids. We've got a lot of other performances, great food, great arts. We've got the Asian Art Museum also here supporting a Taiwanese exhibit. So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you come,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around. 今仔日真欢喜哦，咱搁在伫遮搁来庆祝咱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化节哦。咱台湾同乡联合会已经做这个活动，已经做20几档啊。是咱选择这个舞台为着就是讲将咱台湾介绍互这个美国的朋友是为全世界各地来遮佚佗的朋友像我头拄就撞到一个为印第安纳来开会的 businessman 伊走来看就感觉真好奇我就甲伊谈话，伊就对台湾的印象就真好。我想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国民外交的机会。今年呢，最近几档咱有这个台美精英协会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 的少年人来加入咱的活动因提供足侪人力甲一个资源咱也真欢喜，讲有这个少年人来参与咱这个活动，咱继续来保持咱台湾人的传承。站在我旁边的是 Israel 年轻的小姐，她很有天分，她会写东西，又会讲些事情，所以虽然她有一点紧张，不过你要让她讲她为什么来这里来今天的目的是什么样让你介绍一下今天的感想。好，那我是那个 TAP 的那个 PR Chair， 就是所以今天是来帮忙，就是跟媒体联络啊，就是协助一下现场的各种活动这样子。对，今天是那个我们第24届的台湾文化节，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场有很多我们的表演啊，就是有很多台湾来的不同的食物这样子。对。今日係台灣文化節，咁咧呢個台灣文化節咧係全美國最大型嘅台灣慶祝活動。咁咧現場咧就有唔少嘅表演活動啦，亦都係有好多嚟自灣區嘅台灣美食，好似係有嚟自台灣 Bento 嘅掛包，同埋係雞絲涼麵等等嘅。咁而且咧隔離咧亦都係有好多嘅攤位啦，係可以學習一下台灣嘅文化啦，同埋佢哋獨有嘅傳統。我今日直接我拄到遐侪美女伫遮中间我来讲台湾的关心台湾我即马互每一位家己讲伊来遮的目的是安怎你我为遮团结。我每年拢有来参加这个Union Square 的阮文化节已经几10档啦，所以真爱来遮。OK。真欢喜咱的第2代会当接来办这个台湾文化节实是对台湾的文化将来有希望。今仔日真欢喜来参加这老热的节目咱希望咱蔡英文总统有一日嘛会使来。Hello， 我叫秀荣真欢喜看到咱的节目，遐是咱的啥首长吗？
咱的原住民的欢乐，真欢喜会当来遮，多谢。我是张月英，我今日天气足好的，会使踮帽遐来邀请阮来讲话，我足欢喜的。当然，我今日主要我是要来看节目，尤其是这个 art 这个节目足好的，所以我想来看哈。感谢您。好，多谢。好，多谢你。建立台湾的新国家啦，建国。咱为着台湾建立新的台湾国。Yay! We're having fun here at the festival, and we got some boba, and it's pretty good. 咱今日有真欢喜，会当找到这个主办单位，这陈丽都女士，伊伫遮计划这个文化节，已经几落年，拢伊咧主理，咧创。今日咱有这个机会，会当请伊来甲咱讲，伊来今年所做的代志，大概有啥物感想，甲有啥物伊有一寡佮以后的想法。安尼好，请李都子，拜托你甲阮讲几句话。多谢戴某兄，咱今年的台湾文化节差不多甲少年的咱是 TAP-NC 台湾同乡联合会，佮另外一个是 TAP， 是迄个少年的迄个。台湾精英啦，合作办，所以咱今年的所有的节目拢有较新，拢是少年内容，所以咱第一代差不多会当半退休，拢互第二代去用。你看今仔日的节目，遐尼活泼，遐尼快乐，遐尼活泼，迄拢是第二代因的安排，台湾迄团，今年这个台湾迄团Formosa。这个武术团实在嘛足好，拢唱的歌拢甲台湾有关系，而且他拄仔唱迄个大鸡迄台湾的饶舌歌王，伊嘛是拢唱台湾的，所以我感觉我足欣慰，咱台湾文化节有真正是台湾文化。咱的食的物件嘛是拢台湾的物件，台湾肉粽啦、挂包啦但是有一寡较新，就是讲少年囡仔较爱的因迄个teaspoon 的波霸。甲迄个棉花冰这拢是第二代因的文化，所以真袂歹。第一代、第二代文化拢有出来啦，佮咱的义工才200几个，大家嘛拢足团结、足认真，所以我是感觉讲文化节愈来愈进步，而且愈来愈进入少年的所以明年开始，慢慢可能拢会全部互因做安尼所以多谢。谢谢 Tony。咱台湾东迄个文化节今年有足侪少年的甲老的义工，我边仔才有2个属于第一代 1.0 的义工李嘉玲，伊即摆是即摆副会长，高成阳，伊是即摆西谷同乡会会长，伊负责南湾的巴士即个负责载囡仔去 hotel。来到遮的巴士所以拢大家出力，足出力的为着咱台湾联合会，我头拄有讲要互少年的但是咱嘛袂使无老的啦，老的姜是老的辣所以这2个拢袂使走，明年还阁继续谢谢，来。好，感谢你。这个刘姐上辛苦啦，好啊，伊安尼已经辛苦10几冬啊，为着咱台湾文化节安尼拍拼努力，好啊，伊迄个不但是出力都出钱，为着文化节到处去迄个乐观安尼乡亲也真帮忙啦，今年都有第二代少年的到做哇，那是今仔真成功，希望过。未来明年后年都一直过，咱这个文化节长久久来咱咧发挥咱台湾的文化，伫迄个美国的主流社会会当发挥上大的作用。好，感谢你。讲其他话。我是四股即届负责这个巴士尽绵薄之力其他这足侪volunteer足侪这个人做义工这真感谢。
会当来参加这盛会，是我的荣幸。咱早起吼，看到这个林会长的时阵是穿原住民的衫，伊当时早起较今日下晡来都无共款，已经去换正港的西装出来。咱请林会长阁甲咱看到即阵下晡，拜托伊讲几句话。多谢今仔日实在足感谢这所有的这个volunteers 所有参与的人员不管是联合会的人，还是这个咱这个 TAP 的人少年人今仔日的节目确实排了非常的好这拢是咱大部分拢是咱这少年人去安排去邀请的我想嘛讲咱一年搁一年文化节会当愈做愈盛大，会当互愈来愈侪人会当经过文化节来接触着台湾，互世界知咱台湾是一个水的所在。多谢。咱今日有当找到这个蒋先生是咱客家同乡会的会长，咱今日有当直接，尤其这个文化节中间，伫咱中间，咱请伊甲咱分享，伊看今日这个文化节的感想。我感觉今日的文化节当好加就当到的客家的节目还有就台湾的表演就马戏这些东西非常好，还有台湾好搞的表演全部当好。今日的布施的听到人来看，今日的观众非常的多。比往年的多，上就是見到見政府，呢啲天二代嘅做到真對就好希望大家。在我邊啊，這位就是陳教授，伊是咧台灣中華中正大學咧做教授，經濟系教授，伊攏咧台灣，因為為着台灣人咧努力，咱即陣今日有這個機會，直接請伊甲咱講，伊這個對台灣甲這個文化節的感想。多謝林先生我今日會當來參加這個文化節感覺非常的好啦這個安尼真濟人來咱的同鄉甲美國人攏真濟會當顯現咱台灣的文化咱台灣的人民相信這每一年的這個活動攏非常的意義。在這個舊金山一個多元的社會大家工作攏有所以咱會當伫遮安尼介紹咱台灣的國家，咱台灣的人民，台灣的文化閣食的嘛足濟食的物件炒米粉啦做真濟好食的物件迄陣幾個美國人講恁上愛台灣啥？迄個美國人講咱台灣就是食的上介好安尼啦所以這嘛是咱驕傲的地方安尼所以今日安尼真多謝。Welcome to the 2016 Taiwan American Cultural Fest here in Union Square. The biggest and the best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fest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